下面，我们今天继续讲，普贤行愿品啊。这次我们讲普贤行愿品，目的是，每个人应该，以后念诵的时候，能观想就是它的意义。当然有些人观想能力特别差，有些人就是应该，就边念诵边可以这个，观想它的内容。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这次，一方面就是做字面上这个简单的介绍，同时呢，如果有一些重要的，这个意义，那么也随便给大家，做一些发挥。那么，在座的，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希望呢，在这个学习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呢，自己每天所讲的内容，要这个，不管什么样的人都能这个字面上解释啊，尤其是我们这里一些法师，辅导员，那么以后给别人讲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就是字面上，至少也是给别人就是字面上能解释，因为我们有些人就是讲那个什么中观呐、移民呐，就是还要更深的一些法呢，有一定的困难。普贤行愿品也实际上，它的这个词句啊、内容啊都不好懂，表面上看呢都在念，就是所以应该就是可以好解释，但实际上真的让你要解释的时候呢，就是特别是后面的个别的一些内容呢，就不是特别这个不是那么容易这个好解释，因此我们这次啊，就是大家都是也很不容易，就是花这个时间，一起听课，包括我们，这个。外面就是城市里面也有很多人，虽然现在我们这个视频的网络呢就是没有，但是呢，音频上面就是大家都同样得到这个传承，就是同样呢，都在这个听说就我发现这个听十两轮的人呢就是比较少，就是觉得是可能很难懂，就是有些人第一次听了，然后第二次呢就不想听了但普贤行愿品人呢。听的人呢，就是比较而言，就是算是比较多的了。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不管我们放生也好，平时课诵也好，开法会，经常念普贤行愿品。如果我们这个内容都不懂的话呢，那就没办法观想。所以，这次每个人呢，就一定要。就是会这个观想其中的意义就是会观想其中的意义。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继续讲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这个经文就是这个经文呢，从总体上是分这个潜心、起家心和真心这个广大法愿，还有呢就是核心这个讲这个普贤行愿品的功德来摄受结尾，就是分3个方面。其中这个就是潜心这个气质功呢。前面我们已经讲了这个定力智就是第一个定力智已经讲完了。那么今天呢，就是讲第2个，就是供养智。供养智呢，就是分这个2个科判，就是第一个是有偿供养，就是第2个呢就是无偿供养就是分2个。那么第一个有偿供养呢，就是有2个偈颂来这个说明就是有2个偈颂来说明。那么第一个偈颂呢，遗诸最胜。妙华曼，给予图像，即3个，如是最胜庄严具，我以供养诸如来就是主要是这个颂词就是第一个颂词。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讲气质功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就是首先就是对诸佛菩萨就是向这个顶礼，然后顶礼以后呢我们这个向他供养
啊，就是就像我们见到一个就是最有信心的上司的时候呢，当你见到他的时候呢，就是开始这个顶礼以后呢，就是让他自己最深最好的东西呢，就是供养给他，就是那么同样的，我们先就是对诸佛菩萨顶礼以后呢，就是让这个供养。那么供养呢，就是分2个方面的，就是第一个有伤供养呢，我们一般的在世间当中，就是不管是人类也好，天界也好，还在这个其他世界当中呢，就是所拥有的，基本上是我们也能得得到的，就是这些公品啊，就这些公品呢，就是做这个供养的。那么公品的这个花样呢，就是非常多的，但是在这里呢，就是以象征性的，就是最主要的、很亲近的、最殊胜的个别公品呢，就是做这个供养。那么供养当中呢，就是最深最妙啊，就是最好的。平时我们也经常讲这个供养的时候呢，不能就是比如说这个已经这个枯萎的啊，或者说已经腐烂了的，或者说是一些这个不清净的、肮脏的东西呢，就是不能就是对诸佛菩萨供养，或者说是布施啊，就是不能的。那么我们自己觉得是就是最好的呢。就是这个花，就是最好的这个比如说夏天的，就是在这个草地上，就是自然这个盛开的，就是五颜六色的这些这个花啊，就是花。还有呢，就是这个蔓呢，就是我们分开也可以，蔓是一般是这个竹串，也就是说是这个七宝就是制成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这种这个竹串，就是比如说这个麻啦、酸腐啊，或者说是这个金银啊等等，就是这样的这种这个花蔓，就是花和蔓就是一起也可以，或者说是分开也可以。然后呢，就是各种这个就是机遇，也就是说这个乐器啊，就是其实这个词呢，就是也有些当中就是歌舞啊，就是表示歌舞，但是在这里主要用的是那个就悦耳动听的一些这个音乐啊，就是音乐，然后呢就是这个像啊，就是像呢，就是在这里总的说是我们的这个就相韵啊，就其实下面就是也有很多这个图像模像方面的，然后那个天界人间的最好的就是能这个遣除一些这个酷热的这个暴晒山盖啊，就是山盖这些供品的话呢，就是不仅仅是它的这个质量很好，而且在供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它的这个庄严啊，就是对这个它的这个陈设呢，就是极其的美观就是凡是非常这个就是美好的这些这个极其庄严的字句啊，就是字句呢，就是全部都是这个。如果我自己拥有的话呢，就是一一的去这个供养；如果我没有拥有的话呢，那么我自己心里面就是观想啊，就是天界也好，人间也好，所有的这些花蔓啊，就是以及这个乐器声音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些这个香啊，就是山盖啊，还有这个宝山呐就是什么这个神虫啊、海螺啊、法轮啊，以及这个七宝和这个八瑞相啊，就是七种珍宝和八瑞相，以及这个世间当中的这个蜈蚣等等的，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供养。其实供养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按照密宗里面讲的是有内供养、密供养、外供养也有这个不同的这个供法，就是那么这些呢，一一的去这个供养。供养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得到这个佛陀的这种这个智慧啊。我记得在这个约登三昧经当中也是说了，就是所有诸法嘛，一切像依佛，还有这个什么这个习持供养佛为求佛之过，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华满啊，就是一切这个妙相啊、依佛啊，那么这些呢，就是全部都是意义的这个供养这个释迦牟尼佛为主的这个佛陀啊，就是那么供养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和这个一切众生呢，早日这个处理这样的轮回，获得呢就是无上圆满这个真等觉的果位，并且呢就是依靠这个尽所有者和入所有者来这个先前呢，就是或者说是这个先前就是尽所有者和入所有者啊，就是先前尽所有者和入所有者。所以我们在这个供养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就是自己力所能及的吧。就是不说什么，就是大的这个钱财啊，就是大的什么这个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啊，就是这些都不用说，只是自己没有这个临死，没有呢
就是以这个嫉妒心或者竞争性的心态下呢，哪怕是这个一朵花，就是一根香啊，或者说是这个宝山也好，花蔓也好，就是有什么样的就是特别愿意的供养的话呢，那么就是供养这个上师也好，供养那个佛陀，尤其是在这个供养佛像的话呢，就是的确也是就功德是很大的。我们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呢，就是虽然就是看不见真正的这个佛陀的相好圆满的身体，但是我们呢有机会就是还看到这个佛像啊，就是有看到这个佛像的这样的这个机缘。所以呢，就是按照这个毗那耶经里面讲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这个供养这个佛陀的这个形象啊，佛陀的这个形象的话呢，就是与这个真正的佛没有这个差别，就是也有这个无量的功德。因此，就有些佛教徒呢，好像是他特别重视就是自己这个心性的证悟或者说是最这个无上的一些这个境界啊，包括一些参修啊，或者说是就是其他的这个安住法，就是这些方面是比较重视的。然后我们世俗当中的就是做一些这个供养做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持戒啊，就是这些呢，就是并不是就是特别重视其实这是一种这个极端呢。如果你真的已经到了最高这个境界的话，倒是可能也许有这样的这个行为，但是呢，我们从这个传承的这些大德们的这个历史或者传记看的话呢，就是不管是印度、藏地，就是或者是汉地的话呢，他们这个证悟的境界越高的时候呢，那么在世俗的三个呢，就是越重视就任何一个上师的话呢，那么的确是这个都有这样的这个上供下施的或者说是这个积资金藏的这样的好的一些行为所以呢我经常在说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话呢，至少也是随身的是带着这个般若色松和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像，还有呢就是如果方便的一些小佛塔，就是这是三宝所依这个三宝所依的话呢，因为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技术都比较这个高明就是佛像、佛塔、佛经的话呢，其实这个很小的也是可以得到的，就是可以就是得上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以后我们应该就是做这个供养。我的前一段时间好像有一次在飞机上就是有偶尔的一些因缘呢，就是触动，就是我在向那个王上呢，就是应该要拜一个特别庄严的这个佛像，要求就是每天就是网络上呢，就是让他们就是做一个气质供，就是因为这个网上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就是这个佛教徒，比如说我们寺院里面的有些人的话呢，就是自己有佛堂就是自己有供养的这个机会，然后那个这个现在有一些单位里面的人，尤其是有些人呢，就是父母家庭都不信佛教，就是没有这个没有供佛的这个机会。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网络组也是，就是我这个听到我的这个课以后呢，你们想想，就是可不可以在这个指北佛网上设一个就是特别庄严的这个佛像，然后呢就是前面都是就是自己就是供灯供这个花就是供这个虽然是网上，但是呢这也是一种这个就功德，就是这个是真正的你有这个清净的心，你的家里就是各方面不方便的话呢，那么你上班就是第一个打开网络的时候呢，你先这个供佛，就是然后念供养咒，就是这样也是个很好的方便方法就只是我现在有一次在飞机上想过这样的事情，后来又忘了，就是刚才呢突然就是依靠这个三宝的加持呢，就是自然而然流露出这个无尽的智慧。这是我们说的是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刚才有上供养里面就是第一个基础。